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来讲故。娃娃 TV。今日咱要来讲啥物咧？唔知啊，大家敢知影以前美国有流行一个活动，就是帮后壁排队的人付钱。这伫早顿店啊，是咖啡店拢有发生过。我进前甲阮妈妈去 Starbucks 买咖啡的时阵，就互阮拄着啊。故事是安尼啦。伫阮头前排队的咧是一个白人的乌子桑，伊是甲因囝甲因某做伙来的啦。毋过因囝甲因某无伫咧队伍内底，敢若是徛伫边仔尔，可能是敢若派爸爸来点尔。伊点煞伊的物件了后咧，伊就突然甲店员讲，吼，伊要帮阮付钱，就是咧讲阮啊。伊就问我甲阮妈妈讲，你要啉啥？我甲阮妈妈就惊着啊，无代无志，啥都要帮阮付钱。伊就讲啊，今日是因囝的生日，而且伊进前去 Starbucks 的时阵，伊头前的人嘛有帮伊付过钱，所以伊一直嘛做想要做这项代志的。我就一直甲伊讲啊，免啦免啦，安尼歹势啦。毋过伊就一直做坚持的，所以我就帮阮妈妈点一杯咖啡。啊，伊就讲啊，你咧，你要啉啥？我就讲我无啉咖啡啦。伊就讲你会使点别项啊，点心嘛会使啊。我就讲哦好啊，安尼我要一袋柠檬鸡卵糕。点完了后，伊就足欢喜的帮阮付钱，而且佫交代店员讲先做阮的。阮摕着阮的物件了后啦，阮就甲伊说一个多谢，就先离开啊。其实因帮阮付钱，我是感觉足欢喜的啦，毋过嘛感觉足歹势。其实阮本来是要买3袋柠檬鸡卵糕的，迄个鸡卵糕无大啦，就安尼四四方方的无大啦。阮本来是想讲我一袋，阮妈妈一袋，阮妹妹一袋。毋过因为别人帮阮付钱，所以我干那点一袋尔，无真正足歹势的，阮无遐小皮人啦。迄是迄时阵，阮后壁无人排队咧，无我想我应该嘛是会帮阮后壁的人付钱啦。好，为这个故事内底咧，我要来甲大家教一句话。这句话咧，就是食人一口，行人一斗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做人的爱知影礼尚往来，受人的小小恩惠咧，得爱知影爱加倍甲人报答。恁看迄个帮阮付钱的白人乌子桑，伊就是有互人帮伊付过钱，所以伊即摆咧嘛来帮人付钱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，食人一口，行人一斗的意思啊吼。希望大家嘛拢会当发挥爱心，伫家己能力的范围内底来尽量帮助别人。好，安尼今日的影片就到这。大家若是有啥物想法，还是有啥物想要学的物件，拢会使甲我讲，我会做影片来教互大家。啊，恁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的话咧，莫袂记去帮我试赞，佮来分享出去。啊，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莫袂记去帮我试一下订阅，然后爱记得拍开边仔迄条小铃铛，安尼才会当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，嘛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